现在我们看到的地方就是黑龙江省肇东市。这座城市有很多废弃的建筑，这是一家塑料制品厂。根据网上的信息显示，这里是09年开业，如今却已经停业了。还有这家光电公司，根据网上的信息显示，这里是10年开业，如今这里已经荒废，玻璃都已经被砸碎了，地面踩上也嘎吱嘎吱的响。这座城市的废弃建筑数不胜数，城市比较小，找起来也比较方便，用无人机看一看就好。视频还没完，最后的重头戏就是这里，肇东的欢乐城。每次在哈大高速路过肇东的时候，都能看到这个游乐城。在网上查到信息，显示这里是16年建成。高速路的另一侧还有一片烂尾的建筑，感觉这是一片厂区，旁边还有几座居民楼，满地的荒草，这个大气料架也扔在了这里。